作者蘇榮睿。第31章，幾度夕陽紅。回首過去幾十年，我曾經舉家掃道環越太平洋，比較印象深刻嘅有幾次。1972年，我同君玉只係20幾歲嘅小伙子，毅然離鄉別井到陌生嘅美國攻讀神學。當時心情既興奮，亦都有啲恐慌。兩個人攞住唔夠1年費用嘅積蓄，拍下心口，懷着夢想同埋熱誠，就嚟到費城。而家想起嚟就好似琴日發生咁樣。事隔咗15年，我即係40出頭嘅中年人，喺事業上可以話有啲果子，但我哋決定離開香港嘅屋企人、教會、事業，舉家移民嚟到三藩市。當時個大仔只係有10歲，個女兒只係有7歲，拖男帶女，心情顯然同15年前好唔同啦。一方面係興奮嘅，能有機會喺新環境、新崗位侍奉；另一方面都有啲惆悵啊。細蚊仔仲係細，責任重大，心裏邊有說不出嘅滋味，冇呢個15年前嗰種嘅傻氣。咁啊，諗翻起《三國演義》嘅一首詩，極有意思啊！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成空。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島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我唔係一個英雄，更枉論成敗得失，但係環越太平洋嘅時候，眼見幾度夕陽紅，諗下往事，人生就好似一場夢一樣，難免有啲唏噓嘅感覺啦。前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耀南博士係澳洲雪梨播道會嘅會友，當佢受浸歸入基督嘅時候，寫過一篇非常有趣嘅見證，叫做先入為主。個篇文係咁講法：自己不也是迂迂曲曲走了許多路嗎？何況此刻又要8、9千里嘅路啦，移民到陌生嘅南方大陸去。搞中文嘅中年中國人移民外邦，好難快樂嘅。一位早年自覺好前進，後來轉移被視為反動嘅著名香港時事雜誌主編，自己亦都宣告移民嘅時候咁樣講法。同意呢一句說話恐怕太多人啦。自己夫妻兩人50幾歲，從小受嘅長大嘅都係地域性強嘅粵語中文教育，兩方面都絕無兄弟姊妹親戚扶持，自己停咗受薪嘅工作，全家4口都係靠食穀種啦。法律手續嘅紛繁，血汗積蓄嘅轉移，百憂分心，萬事勞形。自己半個世紀喺香港學中文教中文，此刻香港無家可歸，中國係有國難投，金錢上嘅投資不懂，政治上嘅投機不能。喺寫信俾親友嘅信中自嘲英文不高，不懂電腦，專業不好，年紀漸老，退休恨早，又話雪梨樣樣好，可惜冇工做，一言蔽之苦惱。但陳博士喺苦惱之際開始體驗到人生嘅問題，亦都開始追求人生嘅意義，最後認識咗主耶穌。事實上，唔少經歷過移民嘅朋友都能夠體驗陳博士所描繪呢一種嘅煩惱。我比陳教授就年輕啦，對三藩市又唔係陌生，更有收入，雖是微薄，但可以足夠一家4口之生活，可算係芸芸移民中我哋係比較幸福嘅一家。更何況喺教會中有唔少弟兄姊妹嘅支持同埋照顧，大大幫助我哋適應呢一個嘅轉變。不過移民始終係一個極大嘅挑戰，君不見三藩市 General Hospital 嘅7樓有唔少病人係因為唔能夠適應移民生活嘅新移民，因為患上咗抑鬱症或者其他情緒病而入醫院治療。
記得初嚟三藩市嘅時候，個女海欣常常晚上發噩夢驚醒。一日佢半夜走到嚟我哋房，喊住話：我發咗個噩夢啊，好驚啊！你帶我出街，喺人群中你自己走咗，只剩翻我一個人，不知所措，好驚。我哋聽見佢咁樣嘅哭訴，心裏痛心難過，嗱嗱聲攬住佢，等佢同我哋一齊瞓喺度，佢先至叫安心一啲。好明顯啊，喺新環境中，因為語言問題啊，時常感到孤獨、焦慮、冇安全感。有次喺家長會裏邊，佢個班主任靜靜話俾我哋聽，有一日佢發現海欣嘅座位濕咗啦，先發覺因為佢唔識英文，唔敢話俾老師聽要去廁所，於是喺位裏邊瀨咗尿，非常尷尬。個律師非常好，佢冇將呢件事張揚，只係靜靜嘅話俾我哋聽，佢更冇責備海欣，仲替佢隱瞞，並且放學之後靜靜清理佢嘅座位。呢一位老師不但好有愛心，更係一個深懂兒童心理學嘅人，令我哋非常嘅欽佩。可惜呢位老師幾年之後因為患上癌病而去世，但佢嘅榜樣影響唔少學生嘅生命。喺佢悉心教導之下，不足1個月啊，海欣已經能夠適應美國學校嘅生活，喺短期內已經操流利嘅英語，功課亦名列前茅。佢更加參加學校嘅籃球隊，成為隊中嘅台柱，令我哋放心得多。至於海松，因為喺香港就讀拔萃小學，係間英文小學，所以喺適應上比個妹就容易得多啦。軍勇嘅適應更加困難。佢喺呢個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讀佢嘅 PhD 課程，專修家庭治療，Family Therapy。佢起初喺東灣嘅柏克萊上堂，要獨自揸車前往，人生路不熟，而且上課嘅時間往往喺晚上，路程又遙遠，佢唔習慣喺美國高速公路揸車，起初嗰幾個月相當困難。感謝神，經歷咗幾個月嘅時間，佢已經習慣咗新環境，以致對所學感到極大嘅興趣。雖然好多時候我喺屋企裏面等佢揸車翻嚟，心裏邊時常有啲擔心，但眼見一家都可以適應落嚟，心裏邊安心啊！但係想唔到最難適應呢個新環境嘅，竟然係我喎。我指環境係唔係指美國社會，唔係指嘅生活，唔係指文化，而係我喺教會嘅侍奉遇上極大嘅挑戰，最後演變成426事件。因為呢件事件啊，改變咗我哋一家以後喺美國嘅生活。你會問乜嘢叫426事件呢？原來426事件係喺我侍奉嘅教會裏邊，因為靈恩嘅問題引起極大嘅爭論，最後導致教會嘅分裂。喺傳統嘅福音派教會裏邊，佢哋以為聖經有關屬靈恩賜已經隨住新約時代嘅結束而停止啦。呢啲停止嘅屬靈恩賜包括有講方言啦、講預言啦、行神蹟啦、趕鬼啊。嗱，我哋要留意啊，福音派並唔係話今日冇可能有神蹟，而係話神並冇賜下一啲信徒具有行神蹟嘅恩賜，而佢賜給新約使徒行神蹟嘅恩賜一樣。而靈恩派就以為今日神仍然係賜信徒有呢一啲超自然嘅恩賜，而且佢哋強調教會一直忽略咗呢個真理，以致教會同埋信徒失去咗應有嘅能力。呢個亦都係教會轉弱嘅原因。佢哋相信神蹟奇事係表明神嘅權能勝過邪靈嘅力量。世上分開兩大勢力，一個係神嘅勢力，一個係鬼魔邪靈嘅勢力。喺神嘅 power encounter 當中勝過邪靈嘅權力，所以信徒喺傳福音嘅時候要彰顯呢個權力，佢哋稱之為 power evangelism。唔少靈恩派嘅教會都定期舉行神醫大會，透過神醫，神嘅大能得以彰顯，人就會睇到神嘅大能而相信耶穌啦。此外，佢哋又相信神嘅啟示仲未終止，但神係直接嘅、個人嘅向佢嗰啲兒女講話，
正因如此，佢哋對聖經有一個特別嘅睇法。雖然你相信聖經係神嘅話，但聖經嘅功能只係好似一幅地圖，只係好似一個餐牌。你淨係睇地圖，唔會帶到你要想去嘅地方。你單係睇個餐牌，唔會叫你得到飽足。最重要嘅，你去經歷神、經歷聖靈嘅能力，特別係一啲超自然或者神秘嘅經歷，你先會真正嘅飽足。所以對靈恩派嘅信徒嚟講，釋經講道啊、研經唔係最重要嘅。信徒最重要係經歷神嘅權能、聖靈嘅大能，譬如講方言啊、行神蹟啊、趕鬼啊、神醫，呢啲都係非常重要嘅。靈恩運動始於20世紀之初，喺呢個時候只有啲零星嘅靈恩分子活躍喺教會歷史裏邊。早期嘅教父 Irenaeus 大概係公元後200年，同埋 Tertullian 大概亦都係公元後200年。都曾經提及過講方言呢一個事實，但係奧古斯丁即係430年之後，即係呢一個主後430年，好明顯係否定呢種係正確嘅睇法。去到17世紀嘅時候，發覺有啲基督徒稱為啲 Huguenots 同埋天主教徒稱為嗰啲 Jansenists 嗰啲，再次講及講方言嘅恩賜，但係唔係教會所接納。到19世紀，美國嘅摩門同埋 Shakers 就開始有講方言嘅記載，亦都唔係主流教會所認同嘅。到20世紀嘅時候，靈恩運動捲土重來。1901年喺 Kansas 嘅一個伯特利神學院嘅學生叫 Alex Osborne 開始講方言，唔少人就跟隨佢。佢哋唔係依附於教會之內，而係另組佢哋嘅靈恩教會，成立呢個所謂五旬節嘅教會。其後神召會亦告誕生。到1960年時代，美國西岸嘅主流教會，譬如循道會啊、聖公會啊、路德會啊，及至天主教嘅教會，都有啲教徒轉為靈恩派啊。佢哋聲稱係受咗聖靈嘅洗禮，能夠講方言、醫病、趕鬼。呢個 Jesus Movement 就喺呢個時候流行起嚟，吸引咗唔少嘅年青人。佢哋聲稱唔需要用藥物，唔需要用 LSD， 唔需要用迷幻藥，都可以享受到類似嘅一啲咁嘅經歷。但影響最大嘅咧，仲係一個叫做 Vineyard 個創辦人叫 John Wimber。佢喺呢一個嘅富勒神學院同宣教學教授 Peter Wagner 開始一齊咧搞一個課程叫 Signs and Wonder， 大力推廣信心醫病，所謂 faith healing。而 Wimber 更創立咗呢個 Vineyard 教會，佢哋比較重視驅鬼、智慧言語、治病同埋講方言咁嘅恩賜。佢認為世界上有兩個相對嘅屬靈勢力，一個係屬神嘅，一個係屬邪靈嘅，彼此相爭。一切疾病、意外、壞習慣都係因邪靈得勝而故，而奸淫啊、醉酒啊、偷竊啊、豪賭啊、欺騙啊，都係受咗啲色鬼、酒鬼、賭鬼操縱住。但神嘅能力係大嘅，我哋可以憑住信心，靠住神嘅能力得勝，透過驅鬼、神醫治病，可以叫人得勝，得以釋放出嚟。佢哋稱呢個叫做 Power Encounter。根據 George Barna 嘅統計，現今每4個福音派教會嘅信徒就有一個係受呢個靈恩派嘅影響啦。我所侍奉嘅教會個主任牧師亦都係參加咗呢個 John Wimber 同埋 Peter Wagner 個 Signs and Wonder 嘅課程，而轉向靈恩派，並且喺教會裏面大力嘅推廣去開設呢啲神醫大會，邀請靈恩派牧師嚟講道，推廣靈恩信息，甚至開班教人講方言。因住佢嘅轉變，整個教會都震盪，唔少信徒都反對呢一個嘅運動啦。呢個係一個歷史頗為長久嘅教會，喺灣區係一個大型嘅教會，會眾超過1000人。但呢個教會仲有5堂崇拜，有英文崇拜啦、英文堂崇拜啦、廣東話崇拜啦、廣東話長者崇拜啦、廣東話青年崇拜啦，同埋國語崇拜。我係屬於廣東話崇拜嘅牧師，亦都係人數最多嘅一堂。我加入呢個教會之後，廣東話崇拜人數增多。
我哋再加一堂嘅廣東話崇拜，都係由我負責嘅。每一堂崇拜都有佢哋嘅牧師同埋執事會負責堂會嘅牧養，而整個教會則由主任牧師同埋長老要負責。每堂都有代表加入呢一個嘅長老團。單睇呢個制度咧，我哋就知道一個係相當複雜嘅行政結構。每個堂會都有好似一個獨立教會，河水不犯井水，名義上係由主任牧師主領，但實際上佢同會眾嘅接觸機會好少好少，因此佢有一半時間喺另外一間分堂參與，如此佢喺教會參與就越嚟越少啦。當佢推廣佢嘅靈恩運動嘅時候，反對最強嘅咧就係廣東話嘅教會嗰一堂啦。負責呢一堂嘅執事大多數係比較年輕嘅專業人士。呢一班執事眼見當時嘅情況，心覺得會有必要從聖經嘅角度嚟睇靈恩係乜嘢意思，佢個信仰究竟係咪正確嘅呢？於是就提議我喺崇拜講道嘅時候呢，係從聖經講解呢一方面嘅教導。於是我就喺1987年4月26日喺廣東話崇拜講解哥林多前書第14章有關說方言嘅真理。我一向有個習慣，係將我講道用英文寫出嚟，派給嗰啲嘅會眾。喺北美地方唔少會友雖然咧可以講廣東話，但唔識睇。於是對佢嚟講呢個英文嘅講章就增加咗佢哋真理嘅認識啦。所以呢個長老就同我印製呢啲講道嘅辦公室同工，得知我講道嘅內容，就通知咗主任牧師。喺4月26日，長老就寫咗一封信俾我，唔准我喺4月26號講呢一篇道，並且話明個原因就係唔應該涉及呢一個講方言嘅問題。執事會以為主任牧師同埋長老團並冇如此權力去阻止牧師宣講神嘅話語。假如佢哋以為呢個講章喺神學上有錯誤，但可以指出同埋辯論，而唔能夠粗暴咁樣阻止，最後佢哋決定我喺嗰日保持緘默，喺講道嘅時間就任由會友咧係閱讀講章同埋呢一個嘅禱告。喺崇拜後，我通常係副堂教主日學嘅，就喺嗰日我就喺主日學嘅時間講解哥林多前書14章。4月26號嘅崇拜，我哋如期舉行。到講道嘅時候，我向會眾解釋我唔能夠講道嘅原因，並請求會眾喺自己位裏邊閱讀附上嘅講章。大約過咗15分鐘，忽然有個長老衝上台前，好似要向會眾發言。我有見及此，馬上請會眾起立，一同領受祝福，結束咗，並且呢一個結束崇拜啦。嗰個長老仍然想向會眾發言，但負責音響嘅弟兄早已經停止咗音響嘅運作，而會眾亦都立即離開會堂，走落去下邊參加主日學啦。呢個稱為426事件，當然轟動整個教會啊！教會嘅長老團立即採取行動，俾我3個月嘅假期。喺假期裏邊，我係被要求不得參加任何教會活動。但由於我正係如火如荼預備7月舉行嘅異鄉靈社程大型嘅社區外展運動長老團就不得不容許我負責呢個大型社區福音外展工作，而我亦十分樂意帶領弟兄喺呢一個嘅工作裏邊侍奉，並且呢個事工喺某一程度上亦都減少咗教會嘅混亂同埋不滿啦。弟兄姊妹個焦點放喺傳福音嘅事工裏邊，暫時將426事件忘記於腦後。呢個異鄉鄰舍情嘅福音外展工作係仿效舊時我喺香港嘅新村新人嘅外展工作，而三藩市嘅唐人埠更適合類似嘅外展工作。整個唐人埠大概有5-6萬嘅居民，係全美國最大嘅華人社區。區內華人大多數係講廣東話嘅，從中國或者香港嚟嘅移民。到7月嘅一個週末，我哋早上係有培靈會，邀請 Dr. Henderson 係去講道。下午係有各類嘅活動，包括
講座啦、醫療講座啊、營養講座啊、法律講座啊、汽車保養講座等等。此外，仲有各類嘅遊戲、電腦遊戲啊、兒童遊戲啊、智力測驗啊，又有音樂會啊、各類展覽同埋一啲嘅小食嘅供應，應有盡有，好似一個熱鬧嘅嘉年華會一樣。參與工作嘅人有幾百人，有啲負責秩序，有啲負責攤位，有啲負責講座，有啲專門同嚟觀看嘅街坊傾下偈，並且邀請佢哋參加晚上嘅音樂報道會。估計嚟參加呢一次異鄉鄰舍情嘅街坊數以千計。只見穿住異鄉鄰舍情紅衫嘅弟兄姊妹穿梭於人山人海嘅來賓當中，非常壯觀。到夜晚啦，整個禮堂同埋副堂都坐滿晒街坊。我哋邀請從香港嚟嘅歌星黃海欣同埋佢嘅夫婿一同主持。黃海欣嘅見證同埋歌聲打動咗唔少人嘅心。最後我負責講福音嘅信息。呢次聚會裏邊有80幾人決志信主。眼見喺呢個混亂嘅時期當中，神仍然看顧同埋祝福，叫我哋滿心感謝同埋讚美神。但我哋心裏邊仍記掛住，我哋點樣去跟進呢一班慕道嘅朋友，呢班初信嘅人士呢？叫佢哋可以喺基督裏邊一同嘅成長呢？前面嘅道路仍然不清不楚，我只能夠同心仰望神。但我心裏邊已經諗過，我或者會被教會解雇，因為從呢個教會嘅歷史睇，我並唔係第一個牧者遇到咁嘅情況。喺我任呢個教會嘅神學實習士嘅時候，都曾經目睹類似嘅事件，結果2位牧師都係被解雇。果然喺異鄉鄰舍情之後，不足2個星期，我就收到長老團嘅一封解雇信，理由就係我同教會係 incompatible。所謂 incompatible 即係彼此不合啦，唔能夠共事啦。究竟喺哪方面不合呢？冇解釋。雖然我同教會係一個有5年嘅口頭合約，但我同太太都唔想追究，呢應該係離開教會嘅時候啦。於是我就覺得有啲意外啦。個主任牧師亦都要離職，究竟係佢自己主動離職咧，就抑或被邀請離職咧？我就不得而知啦。其實426事件發生之後，教會委派咗一個4人小組去調查呢件事件，一位嚟自總會嘅代表，其餘都係對呢個教會有所認識嘅基督徒領袖，但係佢哋並冇接觸我，亦都冇聽取我任何意見。佢哋嘅商討結果係點樣？除咗我要被解雇，主任牧師亦要離職之外，其餘一切不知情。廣東話嗰啲嘅牧執事們呢，亦都唔知情。呢個時候，羅省播道會正想尋找一個主任牧師，並且約我去羅省同佢哋見面。當我哋正考慮應否搬落羅省嘅時候，執事會就接觸我，佢哋打算離開呢一間教會，要求我去領導佢哋喺華埠開始一個新嘅教會。我眼見呢一班弟兄姊妹嘅熱誠，尤其是聽到佢哋設立呢個新嘅教會，主要原因都唔係因為對舊嘅教會不滿而憤然離開。非也，佢哋係從異鄉鄰舍情嘅經歷裏邊睇到三藩市華埠係一個莊稼已經熟嘅禾場，佢哋好想有一個新嘅思維、新嘅模式、新嘅策略去發展一個社區教會。呢個正係我喺富勒神學院教牧學博士論文嘅研究課題。再加上426事件艱難嘅日子當中，呢啲弟兄姊妹俾我哋一家有莫大嘅支持同埋鼓勵。記得有一次長老約我傾談，經過2個鐘頭嘅答問，身心靈都感到非常疲乏。返到屋企見到30幾個弟兄姊妹正喺我屋企等，原來佢哋喺我一路開會嘅時候就一路喺我屋企為我祈禱，又帶埋啲食物嚟到我屋企一齊食飯，令我同埋我太太非常感動。當我哋決定留在三藩市並籌辦開始一個新嘅教會嘅時候，我就接觸到我所認識嘅加里遜牧師。喺安排之後，我哋有機會接觸到美國播道會西區區牧，
並且順利成立咗一間叫做三藩市播道會華埠福音堂嘅教會，借用一間公立學校舉行崇拜。另外租咗一個寫字樓作為辦公同埋團契活動之用，而我哋嘅生活亦都開始新嘅一頁。2年之後，個教會嘅牧師唔係從前離職嘅主任牧師，係去新嘅教會特別嚟揾我，以個人嘅身份向我道歉。其實整件事情同佢冇關係嘅，但佢咁樣做都令我釋懷。我感謝神，呢個教會始終都冇成為一個靈恩派嘅